哇！有冇搞錯？有世界末日，好唔得閒。其實都每日咗咁多劑啦，都唔明啲人仲係咁驚青嘅。同埋你要如果細心啲睇下咧，逢係講明邊月邊日嗰啲咧，通常太超，一定太超要打到啪啪聲喎。因為就算嗰個預言家硬叻，但問題我哋而家用緊嘅日曆咧係由呢個閏月噶嘛，二月係有29日噶嘛，咁未熟噶啦。咁啊變成咗吞下，冇可能爭啲咯。班友都唔識計數嘅。咁同埋世界末日嗰啲咩瘟疫啊、死亡啊、戰爭啊，年年都保持 keep 住發生噶啦，使乜等嗰啲末日四騎士啫？傻仔嚟嘅。咁仲有邊啲啊？有啲就仲慘，根本就都唔知係咪個預言家噏嘅。啲友仔咧，你而家啲友仔即係屈得就屈噶嘛，將啲説話擺喺個口度。你係名人啊，即係你擺塞落口度咯，就好似以前 M 圖咁樣嘅啫嘛。咩12點後旺角係佢嘅M 圖啫嘛。咁樣等等，唔好意思啊，佢又開門。咁就點解咧？因為有時好隨意啊！你而家發現佢嗰啲世界末日咧，嗰個方法越嚟越多花神啦。以前通常都淨係話最叻都係以前年代最叻都係隕石撞地球啫。而家整下又要講到咩平行時空啊，成日都稀啦啦。咁由佢咯，因為佢如果唔係解釋唔通啊。咁點解佢哋要咁辛苦解釋咧？咁大家知，如果有留意新聞咧，都試過聽過話嗰時有個飛碟教咁樣啊，又係世界末日，叫啲信眾交晒啲財產出嚟，結果咪又賴咗嘢。咁然後後來睇見一個新聞咧，原來好得意嘅。我唔係新聞嚟嘅，係啲網上嘅留言啊。咁原來咧嗰時啲 New Age 嗰啲咁嘅人咧，有啲就唔知話搞到啲2012世界末日嘅靈性提升班。咁等呢個靈性提升咗咧，你就可以俾外星人接走過去，永生不死享福。我心諗黐線嘅，人哋無端端啲移民都要辦手續啦。咁何解咧？原來佢一堂靈性提升班咧，要成8嚿水嘅。哇！咁我都唔怪得話要咁辛苦咯，係要推又要介紹又要補鑊咁睇下今次呢個點搞先。講真句，如果真係將多條地殼板塊喐上嚟，日本直通香港，哇好咯！因為其實我唔係好中意坐飛機嘅，就好辛苦。冇意思即係有人撳門鐘，我就招呼埋啲人客先。